多名輪候社屋被除名嘅長者去到政府總部遞信，爭取恢復社屋嘅申請資格。69歲做清潔工嘅魏婆婆，因為總收入超出舊上限68蚊，而被房屋局除去輪候社屋嘅資格。佢同另外10幾名類似情況嘅長者一齊到政府總部遞信。雖然房屋局之前表示已經除名嘅家團如果有異議可以作出上訴，但係月入5200蚊嘅魏婆婆哭訴無資金上訴。寫封信嚟，你如果唔服氣呢，你就揾律師，請律師咯。咁講，咁我請邊個？我揾過幾千蚊請律師啊，經同你講，經同政府打官司啊。我問下你，我經同你同我一個咁嘅低下階層嘅市民，經同你政府打官司啊！議員歐錦新認為，被除名嘅長者家團成為咗唔合理收入上限嘅犧牲品。個人係6000蚊嘅時候呢，就超過收入上限。咁而家後來到政府發覺呢個上限唔合理嘅時候咧，調升咗之後呢，但係佢哋已經被除名嗰啲咧就多次申訴都全部都係不獲處理，都係話已經除咗名，就冇得再去翻轉頭，咁就變咗佢哋係一個不合理嘅收入上限嘅底下嘅犧牲品。議員歐錦新希望行政長官崔世安喺出席星期4嘅立法會答問大會嘅時候，可以對事件作正面回應。另外，3名紮鐵工人到政府總部遞信，希望政府關注建築工人嘅福利問題。實習記者鄺慧敏報導。